刑事局有查到一宗跨國的運毒案，這個主嫌呢，伊是互人通緝走去到柬埔寨的一個姓郭的男性，伊是叫人把這個海洛因藏佇這個紙包，再擱裝佇這個模型的機座內底，對泰國寄轉來到台灣，加在落尾有互警方甲掌到，無流入市面。特勤人員講入去桃園中壢這個所在，掌到內底有2大箱的包裹，藏7公斤的海洛因。警方好咧啊，將模型的底座甲刮開，內底幾下的枋釘釘塔塔，一片擱一片的枋啊，每一個孔差不多是3米到5米。這片西大的孔，嫌犯竟然有法度將海洛因的粉攏藏佇內底，甲底佇咧模型的底座，讓模型看起來就親像一般的產品同款。藏在極小的那個 PP 塑膠板、瓦楞紙板的孔隙內啊，那個孔隙真的很小。那他們是先藏在孔隙內之後，再次封起來，然後又再將板子又藏到模型的底座。那這種比較多層的夾藏的方式是比較少見的。嫌犯為着要閃追查，閣一直換交回地點，自台南收包裹了後，閣去到高雄，上後壁來到桃園某一間透天厝，甲包裹拆開。只是講過去這模型藏毒的代誌，大部分攏是藏佇咧模型的主體，這個是利用底座下底的枋啊咧藏，真正是足罕見。模型會不會比較不會被抽樣檢查到？這個可能還是要看我們在通關的時候的檢查的功力啦。那基本上我們海關跟我們警方這邊都是很強力有在查緝這個運輸毒品的過程。警方表示，7公斤的海洛因至少會當予21萬人食。加在提早接到線報，成功甲抓落來。初步調查，主嫌是目前秘佇咧柬埔寨一個姓郭的查甫人，預期用通緝人港去海外跨海指揮運毒。目前佇國內已經逮捕7個人，該依照違反毒品防制條例移送地檢署偵辦，嘛會按國際合作模式積極查緝主嫌到案。記者綜合報道。